你看你这个，辟邪专业户。我还挺帅的。进。摄影师发过来的照片你看了吗？就那几张照片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我知道你不想拍照，但是我看妈准备了那么多，我不想让她失望。所以你拉着我拍照片，就是不想让我妈失望啊？我累了，睡觉了。摄影师说让我们挑几张照片精修一下。那不就是应付我妈的道具吗？有什么可挑的呀？换一张。你不是睡觉去了吗？你选照片选得太吵了，磨磨唧唧的。往里面去。哪儿吵了？我来选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拉低了我的大片的质感。挺好的呀，一点都不奇怪。精彩的来了啊！你嘴怎么张这么大呀？看看，就这样挂在电视上，还能辟邪呢。婚纱照要笑起来才好看。你去睡觉吧，我自己选。你干嘛？我得监督着你啊，万一你选了我丑照怎么办？你这样我根本没有办法选，你给我松。你看，放大。你别光看我，你看看你。我怎么了？我这表情多帅啊！这深邃的眼神。你看哪儿呢？还深邃？你看你恨谁啊？这什么眼神啊？你看看你的，婚纱照就是得笑。不，我这样叫高级。你看你这个，辟邪专业户。